大家知道慢病啦，例如係糖尿病啊、高血壓啊，甚至一啲癌症咧，都同一啲唔運動啦、肥胖有關係。咁所以咧，國家其實都有一個體重管理年呢一個國家嘅計劃。而世界衛生組織咧，亦都有一個遏止肥胖症加速嘅一個全球嘅框架。咁因應呢兩個計劃同框架咧，我哋香港衛生署亦都喺今年嘅3月4日咧推出咗一個咧係體重管理嘅行動計劃，為期3年嘅。咁體重管理啦，其實都係講緊第一就係飲食要健康啦，第二就係運動要多啲啦，即係控制入同出啫嚇。咁所以都同我哋呢個我好叻咧，個叻字就係口就係食啊嘛，叻力就係做運動啊嘛，其實不謀而合嘅。咁所以我好期望嚟緊嘅將來咧，都會繼續同我哋社區嘅各個持份者喺我哋唔同嘅健康推廣活動啦，包括係體重管理啦，包括係推動運動啦、健康飲食咧，會更加我哋會有好密切嘅協作。3、2、1，哇哦！健康飲食、恆常運動，一齊推動健康自力生活。識得有型，行得有力，健康社區。我好叻。我好叻。我好